嘿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阿优，又搁来到讲俗语的单元啊。今日同款有4句俗语要来甲大家分享。这摆的俗语主要是鼓励、考劝人一寡做人做代志的道理。头一句是天公疼憨人，普遍大家应该拢有听过这句话。憨人的意思就是故意、老实、无心机的人。若是愿意做善事，有善良的心，逐项代志脚踏实地，天公伯啊就会特别甲你照顾。这是一句劝人为善、做善事、做好代志的俗语哦。例句，阮小弟真正足老实的，迄朋友传信息讲要甲借钱，伊就借人啊，结果迄根本就毋是因朋友，钱怎去互骗去啦？哈，哪会安尼？啊，伊毋着足艰苦的，好佳哉！伊前几工迄发票对着1万块，有影是天公疼憨人啦。第二句是无行袂出名，这句甲正前讲的行袂着顶，意思要讲要讲，就是爱行动，爱脚踏实地，骨力拍拼，代志才会有发展。有的人有真侪理想，毋过讲的拢无咧做，这个时阵就会当甲伊鼓励讲。行，无行袂出名。例句，我已经想好啊，以后咱开家己的公司来拍片，啊，你做导演，我主持，欢喜足唱哦。你讲要开公司几啊档啊，我当然嘛是会甲你支持。毋过无行袂出名，嘛是爱有实际的行动才会成功啦。第三句是骨力食力，冰单吞烂。力就是栗子。第一早是真高贵的食物哦，啊烂就是喙烂的意思。这句话咧讲，肯拍拼、较骨力的人，就有栗子通食，会当过较好的生活。也就是讲，有较好的食物会当食甲较青草安尼啦。若是冰冻的人干那会当伫边仔看人食，吞烂摇腹肚。类似的俗语嘛会使讲，有贵才有把岁。有做事才有修行的意思。例句，我逐工工课做煞，转来到厝，看阮朋友因拢咧拍电动，有够欣赏。迄头有啥物好？骨力食力，冰单吞烂。啊，你即马有咧拍拼，以后迄生活愈过愈舒适，就袂阁怨叹啊啦。第四句是少年袂晓想，食老毋正样。意思是讲人伫少年的时阵啊，对家己的人生的规划，若无想好清楚，也是无想要拍拼，躺平摆烂食老的时阵，可能日子就无好过，会较艰苦哦。例句，阿嬷，我毋知我的人生有啥物意义，逐工拢是按照大人的安排过日子，足无聊的。你才几岁尔，就咧嫌无聊。人讲少年袂晓想，食老毋正样。去找看觅你有啥物有兴趣的代志，安尼人生的路就会愈行愈精彩啊！顶悬就是今仔日要讲的4句俗语，拢是咧考劝人爱拍拼。毋过其实休困嘛是真重要，只要有用心咧过日子，认真面对家己，就会当甲家己拍扑啊！鼓励一下你敢有听过这几句俗语咧？欢迎留话甲我讲哦。你若有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赞、分享，还佮订阅，是下卡的超级感谢，就会当甲我支持啊！安尼咱这集就先讲到这，多谢努力，拜拜。